现代台语版圣经哥林多后书第11章，请恁宽容我小可的愚妄，请宽容我。我听恁，亲像上帝听恁听甲要去怨妒，因为恁亲像纯洁的在色女，我将恁配互一个丈夫，就是基督。亲像下我复蛇的诡计骗去，我嘛惊了恁的心思未受迷惑，煞气煞对基督的纯洁甲真诚。因为对有人去恁遐传甲阮所传无共的耶稣，也是恁接纳甲恁前所接纳无共的圣神，也是恁接受甲恁前所接受无共的福音，恁嘛拢容忍。甲遐个超级使徒比，我想我一丝仔都无较输。检采我讲话较含慢，毋过知识无比人较输。这样是我已经有用逐款方法，利用逐种机会对恁表明。为着要甲恁高升，我降低家己，将上帝福音白白传互恁，安尼减有算犯罪。我伫恁遐侍奉的时，我的所费拢是别个教会供给。讲起来，我是伫巴结别个教会来甲恁服务。我伫恁遐的时，有啥物需要，拢毋捌求恁帮赞，甲恁麻烦。一切的需要，拢是马其顿来的信徒甲我供给。我以前无甲恁麻烦，以后嘛袂甲恁麻烦。我只所信基督的真理讲，伫全亚该亚省境内，我拢甲安尼点。是安怎？减讲我无听恁，我有上帝知。我咧做的，我要继续做，是要互遐个想要甲阮相款做使徒的无机会通开口。即款人是假使徒，做代志奸诈，假做是基督的使徒。这无奇怪，连撒旦本身嘛假做光明的天使。安尼，撒旦的仆人若假做义的仆人，嘛毋是啥物大代志。最后，因的行为会受到应得的报应。我阁讲一遍，毋通看我做戆人，毋过若要甲我接纳做戆人，我才通点一个。我即阵伫讲的，毋是主的意思，是做一个戆人得点。既然有遮尔侪人得点俗世的事，我嘛要点一个。恁都遐尼巧，应该会欢喜容忍我即个戆人才对。若有人甲恁当作奴隶册架，甲恁骗，甲恁陷害，甲恁看轻，也是甲恁扇喙皮，恁都会容忍。真见笑，我着承认，即款代志阮毋敢做。毋过若有人敢点什物，准做一个戆人来讲，我嘛敢。因是希伯来人是无，我嘛是；因是以色列人是无，我嘛是；因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无，我嘛是；因是基督的妻婴是无，我准做小人来讲，我搁较是。我受搁较侪劳苦，坐搁较侪工，受算袂了的鞭拍，真侪遍险险仔死。我5遍互犹太人鞭拍，逐遍40下减1下。我3遍互罗马人用棍仔讲，1遍互人用石头钉，3遍拄着船破，1遍伫海里漂流1暝1日。伫旅行中，我拄着大水的危险、抢劫的危险、犹太同胞甲外邦人的陷害，
嘛有城市的危险、旷野的危险、海上的危险、甲假兄弟的危险。我落落拖磨，常常无困，犹阁喙焦，无通食，无通住，无通穿。其他的代志免讲，敢若逐日为着所有的教会看路已经够野。啥人软弱，我无软弱；啥人犯罪失败，我无受气悔倒。我若着点，要点我的软弱。咱的主耶稣的爸上帝，愿意永远得到称赞。伊知我无讲白贼。我伫大马士革的时，阿里达王手下的总督派守卫固守城门，要甲我掠。毋过有人用大的蚋仔对城墙的窗仔甲我擂落去，互我脱离伊的手。